讲到台南，不管是地景、文化古迹、甲美食，拢是多数人印象。为了让观众对作品当中感受台南的丰富甲美好，对2013年开始，差不多2档一摆，由南区公所邀请办展览的郭桂林老师，今年再次联合这学生，以台南400彩绘南风为主题，展出29幅画作，相当逼真。因应台南400年，所以我们这次展出的图都是跟我们台南的古迹、地景，还有美味的小吃为主。好，然后呢都非常生动哦。像有油画的部分，我们主要记录的是风景类的。好，那美味小吃呢，大家有看到就是比较精细的，好，有水彩的地景，或者是色铅笔画作的美食，好，都很代表我们台南的特色。所以我们特别呢。好，请我们画室的学员把它画下来，记录下来，这样子把我们台南的最有特色跟大众分享。那这次的画作真的是非常的生动哦，将台南各地的一些名胜然后那些一些风情都已经展现在我们的画作上面。那除了我们郭老师师生联展的画作之外，我们这一次那个喜树图书馆在暑假期间也有举办那个练练府城及行动阅读的这些一些有关多元亲子的一些活动，一些体验手作的一些活动哦。那也欢迎大家那踊跃的来报名参加，也欢迎各位到我们喜树图书馆来借阅书籍那充实一下自己。甲下主任已经30档的郭桂林老师，目前各行各业的学生拢有学员对完全无基础，到会当办展览，收获满满。这几年下来，我不敢说我油画的成就是怎么样，可是我会觉得说，有看到慢慢这几年就是跟初期的作品是真的也有不一样的差异。然后老师也会从旁边，他不会说你一定要照我老师的风格。那老师会就是说，你的个人的那个风格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就是比较让我们自由去发挥。那老师在稍作指导，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初学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注意。所以说，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在画室是一个很快乐的，可以让自己觉得说在那边，你不是说一个很强迫自己去学习的一个那种压力，是很放松的一个学习动向。该展览在7月11号开幕到10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踊跃来到喜树图书馆参观。台南新闻阮吉何乔邦采访报道。